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对主忠心。摩西受上帝的呼召回去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整个的过程当中，虽然有起有落，甚至最后摩西因为向上帝发脾气而无法进入迦南地，但整体而言，他仍是一位非常忠心的主仆。许多次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以及摩西，但是摩西仍然为以色列人民向上帝求情。因为呢，他非常忠心于领受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的这个事情。出埃及的过程当中，记载在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的经文谈到了以色列人因为埋怨上帝以及摩西，后来就被上帝惩罚，被这个毒蛇来咬到，许多人就死亡了。后来摩西为了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情呢，上帝就要摩西铸造一只铜蛇来让人民看，凡是看的人呢，我们说仰望的人就必得着医治。摩西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了。摩西对上帝以及他的呼召的忠心可以想见可以明白的了解。经文这样记载，以色列人离开何珥山，通往红海的路上走，为的是要绕过以东地区。在路上，人民不耐烦起来，他们攻击上帝和摩西说：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埃及啊？领出埃及啊？要我们死在这个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旷野吗？我们再咽不下这难吃的东西的。于是上主叫毒蛇进入到人民的中间，许多以色列人被毒蛇咬死了。人民来见摩西说：我们出恶言攻击上主和你，我们犯了罪，现在求你祷告上主，使这些蛇离开我们。摩西就为了人民祷告，上主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，好使被毒蛇咬了的人因为望见这蛇而活。于是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，这毒蛇咬的人看见这铜蛇就活了。圣经形容耶稣基督说他顺服到死，因为他对上帝的呼召以及差遣的忠心。耶稣基督受差降世，是为了世人的罪而成为了大祭司，然后自己也成为了献祭的牺牲品，是出于他对于上帝呼召的一个使命与的忠心。耶稣基督牺牲了自己，是为了是将救赎赐给凡是相信的人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蒙上帝选召的信徒们、朋友们，你们应该是思想耶稣，他是我们信仰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。他忠心的选召他来工作的上帝，正像摩西忠心的为上帝之家工作一样。盖房子的人所得的荣耀超过了他所盖的房子。同样的，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。每一所房子都是人所建造的，但是上帝创造万物。摩西在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，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。然而，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的治理上帝的家。
如果我们所坚持的盼望、信念和勇气，我们就是上帝一家的人了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的有福啊！你劳碌所得来的够你使用，你必定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。愿上主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一生一世主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。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么多忠心的仆人，来带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领受主你所赏赐属天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